后来继续这件随机攻击囡仔的事件，发生伫新北市三甲一间国小的头前。昨日下晡4点外，有一个男子无张无弛出手，甲一个小男童大力来对头壳。 对3下，然后走离开现场，事后小男童非常的惊恐。警察尾后有找到迄个男子，甲带转去派出所问笔录。被害的家长讲要甲告。放学的时间，小朋友组织伫电话卡，准备要去补习班。一个穿乌衫查甫人向出手攻击一个查甫囡仔的头，家长拢互伊的行为惊到，想要去甲阻止。 佮惊一个查甫人会情绪失控，唔敢轻举妄动。互攻击的迄个查甫囡仔是规个人拢硬气。在那么多人，还有那么多小朋友的地方，他还敢这样动手，很用力捶上下，捶了3次小朋友，攻击头部，造成头部红肿。代志都发生伫昨一个下晡4点外，新北市三甲一间国小的头前，家长是提心吊胆。 警方接到通报，伫附近找到这个查甫人，也毋过因若甲小朋友攻击，监视器佮翕到，伊伫犯案现场经过面体，竟然用挨打小人的门铃。一个成年男子对一个小学生动手，还使出全力的攻击，他最恶劣的地方随机攻击人，而且还是小朋友。我觉得上下学警察多拍一点。经调阅监视器后，锁定犯嫌身份，并在附近搜寻发现犯行，随即将其带回侦办。后续将依刑法伤害罪嫌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讲，将会加强学校附近的巡逻，加保护囡仔的亲母。学校也讲，已经有请辅导室加心理老师加关心加陪伴囡仔。 也将会联络其他学校，请学校提高警觉，可袂可有其他囡仔受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